今日維修呢部係擘大柱，講因為意外所以嗰個主板燒咗，因為佢呢度呢個位置個燈顯露，係啦，而家換咗新嘅，轉頭再幫佢鎖翻個螺絲。咁呢個係擘大柱。相廚專家呢個烤爐焗爐，咁而家幫佢重新接駁嗰啲線位。咁睇翻佢裏邊有一個微波功能，哇！呢個係大微波喎。跟住呢一個係變壓器，呢一個變壓器係將啲電變去其他位置嘅。呢度都仲有一嚿上下微波，上微波下微波，哇！勁喎，好少有去到雙微波嘅喎，因為佢可能個爐比較大，所以就需要用到雙微波。但係我見佢點解啲線點解全部駁成咁樣嘅？應該可能俾老鼠咬斷過。啲線呢度呢個位，應該係上一手師傅幫人哋整完之後咧，呢啲槽咧冇吸翻入去啊。跟住蓋翻塊蓋，所以導致到啲老鼠將啲線咬到爛晒。這是一件非常危險的事哦。唔應該咁樣做嘅，師傅，因為你拆咗人哋嗰塊殼，你應該同埋啲線擺翻入去噶嘛。你唔擺翻入去嘅話咧，你就咁吊揈嘅話咧，啲老鼠唔咬佢咬乜嘢啊？唔通咬不鏽鋼咩？係嘛？所以一般建議各位師傅，下次掹咗出嚟嘅話，你應該幫人哋裝翻入去，唔好咁吊揈，咁又係好危險嘅。維修焗爐，上文電器維修。